今日視頻要同大家分享講解一下稀缺性呢樣嘢。稀缺性係一個喺眾多學術領域中被深入研究探討嘅一個重要話題。佢所指嘅呢係一種資源或物品有限性與資源或物品需求之間嘅矛盾。咁呢一種現象廣泛存在於自然科學、經濟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、礦物同收藏學多個領域。雖然呢個話題呢比較學術性，咁我直接講啦。講人話就係物以罕為貴。就攞緬甸琥珀為例啦，一粒2.0嘅緬珀珠，中紅珀，咁佢可能只係50-60蚊，但係頂級嘅E珀2.0嘅話，可能就要10萬。咁呢一種呢，就係屬於材質嘅稀缺性。咁第二樣嘢呢，就係時間嘅稀缺性。大家可以睇下呢3件嘅牙雕同埋呢支煙嘴。大家可以好容易咁分別得到佢3件嘅顏色係差距係好大嘅。咁呢一粒呢就係現代嘅，咁呢粒呢可能係100年前，呢件可能係百幾年前嘅。咁兩者顏色唔同，因為佢存放嘅時間係非常之耐。咁你諗下，即係百幾年前做落嚟嘅嘢，顏色已經唔同啦。佢可以保存到依家，所以佢嗰個時間稀缺性呢係比呢兩者呢更加強嘅。咁而第三樣嘢呢，就係工藝上面嘅稀缺性。大家可能喺視頻未必可以睇得咁清楚啦。咁其實呢一件嘅雕刻呢，佢係純人手用啲刻畫工具，即係好似嗰啲斬刀咁樣，一刀一刀咁樣雕出嚟嘅。咁呢啲係以前做牙雕嘅一種方法嚟。咁而呢一件呢，就係現代用電動工具打磨出嚟嘅雕刻。咁雖然兩者佢都係用有人手，但係大家試諗一下，現代用電動工具嘅話呢，做呢一件出嚟呢，可能半日1日到。但係呢一件牙雕嘅話，有一嚿原料，佢慢慢修形雕刻，再打磨拋光所有嘅嘢，可能佢用嘅時間要10日。咁所以喺工藝上面呢，佢個稀缺性呢就出現咗啦。所以呢，稀缺性呢樣嘢呢，喺一個收藏裏邊呢，係個非常之重要嘅命題嚟嘅。咁大家對於自己嘅收藏呢，一定要慎重啲。咁我俾大家建議就係一件收藏品裏邊擁有材質嘅稀缺性、時間嘅稀缺性、工藝上面嘅稀缺性。咁呢一件必然係一件非常之值得收藏嘅藏品嚟嘅。所以稀缺性決定收藏同價值，就係咁嘅解啦。今日視頻分享到呢度。